今日真係要同大家講一件好大件事，講到我自己都震驚咗好耐，相信好多長者朋友一聽到都會即刻坐唔定。就係我哋香港人最熟悉、最離唔開嘅2蚊乘車優惠，呢個用咗10幾年，惠及幾百萬長者嘅神級福利，竟然要變天啦！政府突然宣布提早改制，原本講好嘅計劃要提前實施，之後唔再係淨係2蚊咁簡單，車費隨時倍增，甚至有機會要俾10幾蚊、20幾蚊一部車。聽到呢度，你哋係咪已經心入面嘭一聲？尤其係手持樂悠咭嘅長者朋友，千祈唔好以為同你無關，呢件事真係同每一位60歲以上嘅香港人息息相關。首先，我要同大家講清楚件事嘅來龍去脈，唔好俾啲亂七八糟嘅消息混淆視聽。呢個2蚊乘車優惠，正式名稱叫政府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同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簡單講就係俗稱嘅2蚊優惠計劃。呢個計劃係由2012年開始試行，之後2013年6月28號正式全面推行。最初只限60歲以上長者同合資格殘疾人士用八達通或者樂悠咭乘搭指定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地鐵、巴士、專線小巴、電車、部分渡輪，只要不是過境線路，一律只係收2蚊。當年推出嘅時候，真係全城歡呼，好多長者即刻話終於可以四圍去，唔使再困喺屋企，生活質素即刻提升好多。到咗2022年6月，政府再將計劃擴大，由原本60歲以上降到60歲以下都受惠，即係話由60歲開始，一路用到100歲都係2蚊，更加係全球最抵最豪嘅長者福利。試問邊個國家有咁好？所以香港人一講到2蚊搭車，就覺得好自豪，覺得政府真係有心做啲實事惠及長者。但係好景唔常在，近年政府財政赤字越嚟越大，補貼金額年年上升。據官方數字，2018年財政年度補貼額係大約13億，2023年已經飆到76億，2024年更加去到90幾億，一年補貼幾十億，近100億，長遠真係頂唔住。於是政府由前幾年已經開始諮詢，話要檢討2蚊優惠計劃。當時提出咗好多方案，包括設上限、設收入審查、分階收費等等，但每次諮詢完都無下文。長者團體一反對，政府就退縮，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今年。終於喺2025年尾，政府突然話要優化計劃，仲要提早實施。原本市場預計最快都要2027年至2028年先改，而家直接話2026年4月1號就開始新制，快得嚇死人。政府話今次唔再淨係講講下就算，而家係真槍實彈要改，仲要一次過改得勁徹底。新制最核心嘅改動就係由原本嘅統一2蚊，改為3蚊到20蚊不等嘅分階收費。簡單講，車程越遠，你就要俾越多錢。政府話要用者自付，多用多付，鼓勵長者搭近路，減少濫用。具體點改呢？我同大家慢慢拆解。第一，凡是車費原本喺2蚊或以下嘅短途車，維持2蚊不變。例如好多屋邨來往街市嘅綠色小巴，部分短途巴士線，長者仍然係2蚊，呢啲影響相對細。第二，車費原本喺2蚊以上，但唔超過15蚊嘅，就劃一收3蚊。即係話，以前搭港島區巴士由柴灣去中環，原本成人收10幾蚊，長者2蚊，而家長者就要俾3蚊。聽落似係多咗1蚊，但其實對好多每日都要出街嘅長者，一個月計落都係幾十蚊額外開支。第三，最勁嘅係，凡是原本車費超過15蚊嘅長途線，例如由屯門去尖沙咀、由大埔去九龍城、由元朗去中環、由將軍澳去機場，全部劃一收20蚊。即係話，一次過由2蚊跳到20蚊，足足10倍。試想下，一個長者由新界去香港島探仔女，一來一回就40蚊，一個星期去2次，一個月就300幾蚊。以前一個月搭車費可能得100幾蚊，
而家隨時要400、500蚊，負擔即刻急升。除咗分階收費，仲有第二樣大改動，就係設每月乘車次數上限。新制下，每張樂悠卡每月最多只可以享有96次2蚊或3蚊嘅優惠，超過96次之後，就要俾返標準車費。政府話96次即係平均一日3.26次，已經好寬鬆，但其實對一啲好活躍嘅長者嚟講，一啲都唔夠使。例如有啲長者每日早上去公園做運動，上午去街市買餸，中午同朋友飲茶，下午去社區中心上堂，夜晚又出嚟食晚飯，一日輕輕鬆鬆5、6次，一個月隨時100幾次，超過上限之後，一次過俾返10幾20蚊，隨時一個月多出1000幾蚊車費。第三樣改動就係取消部分交通工具嘅優惠，包括所有過境線路，例如由香港去深圳嘅巴士、B 線、的士、街道，例如由荃灣去馬灣嗰啲，以及部分非專營巴士。之後長者搭的士，無論你有冇樂悠卡，都係要俾返原價，唔再有2蚊優惠。第四，政府話為咗防止濫用，會加強巡查。如果發現有人借卡俾屋企人或者工人用，會即時取消樂悠卡資格，甚至可能罰款。聽落似係好事，但其實好多長者因為行動不便，係真係要工人陪同出街，工人用主人嘅樂悠卡俾2蚊，其實係合理嘅。而家一刀切禁晒，好多長者即刻連出街都成問題。講到呢度，好多觀眾一定好激氣，覺得政府無良心，長者貢獻咗一世，而家老咗就踢開佢哋。其實我都明白大家嘅憤怒，但同時我都要講句公道話，舊制真係有好多漏洞同濫用情況。根據運輸及物流局自己嘅數字，有超過1成嘅2蚊優惠交易係由60歲以下人士使用，即係話有人借卡俾仔女，借俾工人，甚至借俾朋友，一張卡一日拍10幾次，政府補貼緊係補貼緊年輕人。仲有啲人專登搭長途車去飲茶、去行山、去打牌，一日來回幾10蚊車費，政府補貼晒。最離譜係有啲人由香港搭地鐵去羅湖，2蚊過關，之後再搭深圳地鐵4處玩，政府一樣補貼。呢啲情況年年增加，補貼額由10幾億變8億，真係長遠頂唔住。所以政府今次改制，其實係想堵塞漏洞，同時減輕財政壓力。但問題係改得太急太狠，一刀切傷害咗真正有需要嘅長者。好多獨居長者、綜援長者、住喺新界偏遠地區嘅長者，每日靠2蚊車4圍去，係佢哋嘅人生樂趣同精神支柱。而家一次過車費上升幾倍，佢哋點適應？我哋睇下其他國家點做。其實新加坡、台灣、日本都有長者交通優惠，但無一個係咁豪嘅統一2蚊。新加坡係半價，日本係部分地區有免費乘車證，但有使用次數上限。台灣係敬老卡每月有一定點數。香港以前嘅2蚊制真係全球最抵，但同時都係最難以為繼。政府今次改制方向係對，但執行太粗暴。咁長者朋友而家應該點做好呢？我俾啲實用建議你哋。第一，盡快了解自己最常搭嘅路線屬於邊一類，可以上運輸署網站有個2蚊優惠新制查詢工具，輸入起點終點就知到時要俾幾多錢。提早計劃路線，盡量改搭短途車，或者轉乘多一次但平啲嘅線路。第二，如果一家人有多過1張樂悠卡，記得唔好互相借用。新制有實名制認證，拍卡時有機會要拍人臉，借卡一定被捉。第三，如果真係好活躍，一個月搭車超過96次嘅長者，可以考慮申請長者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試驗計劃。政府話會喺2026年推出第2階段，針對超額使用嘅長者提供額外補貼，但細節未有，記得密切留意。第四，最重要係發聲，而家仲有幾個月緩衝期，長者團體已經約咗政府官員開會。如果你覺得新制唔公平，記得聯絡你嘅區議員、立法會議員
或者參加長者團體嘅請願活動，用你哋嘅聲音逼政府再微調。講咗咁多，其實我心入面都好唔捨得呢個2蚊優惠。記得我阿媽以前每日2蚊搭車去公園跳舞，去街市買餸，去飲茶同姐妹淘吹水，成日笑住話有政府養我。而家新制一出，阿媽已經同我講，以後可能少出門啦，慳返啲車錢。聽到呢句，我真係好心痛。2蚊優惠唔單止係金錢補貼，佢係長者嘅尊嚴，係佢哋嘅社交生活，係佢哋同社會聯繫嘅橋樑。政府今次改制，補貼額或許可以由100億降到50億，但長者失去嘅可能係最後嘅人生樂趣。希望政府聽到民間聲音，可以再有彈性，例如將20蚊嘅長途上限降到15蚊，或者將每月96次上限提高到120次，又或者針對低收入長者保留舊制。香港係一個有情有義嘅城市，我哋唔可以一邊話尊重長者，一邊又將佢哋逼返屋企。今日嘅影片就講到呢度，我知好多觀眾睇完會好激動，歡迎喺下面留言講出你嘅看法。你覺得新制公平嗎？你屋企嘅長者會唔會好大影響？記得幫我讚好，分享俾更多長者朋友睇，俾佢哋早啲知早啲準備。如果想我繼續跟進呢件事，記得訂閱同埋開鈴鐺，我會第一時間同大家更新最新消息。我哋下條影片再見。記住，無論2蚊變20蚊，我哋都要好好照顧屋企嘅長者。拜拜。